赞！哦，这么多学校，3000多个学生来参加竞赛。体育场。还有内角国小，原来是最北边还有个内角，赞！谢谢内角国小。赞！接着上场的是技安国小，下一队。哇，舞龙舞狮的嘞，舞狮的。那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技安国小。赞！赞！嘉义的技安国小重钢筋，嘉义的技安国小开始的。
谢谢季安国小。赞！接着上场的是泰康国小，下一队裕丰国小，请准备。白河裕丰国小优秀，岳父郑汝忠老师，白河裕丰国小教书，泰康国小